國內嘅疫情當問題，台灣近日國內規模新增加確診病例，累計421人解除隔離，本土今年連續48年都冇確診個案。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講，國際防疫疫情還係當厲害，全世界近日有超過600萬人確診，我國還係保留邊境管制措施，係講出境過後轉到台灣嘅人，還係現在要接受14日嘅居家檢疫，唔會開放國人只有出國旅遊過後入境。指揮中心近日講，為咗要保障國內病人接受治療嘅權益，韓國已經武漢肺炎疫情可能嘅發展，美國部食藥署籌備邀請國內醫學同臨床醫學專家開會，因為隨着西比嘅療效同安全性，既然有初步證據做嚟支持嘅，韓國國際之間嘅聯手核准做嚟用隨着西比，因為國內公共衛生需求、醫療利益同風險評分，有條件核准隨着西比專案輸入。美國總統川普籌備說明對中國的清醒政策。川普講到，一擺武漢肺炎嘅病毒，除咗譴責中國無確實監督以外，還佫宣布要停止同 WHO 嘅關係。紐約州長古莫近日講，紐約市按說6月初8日會進入經濟重新啟動嘅第一集階段。